另外一个无平静的所在是伫中东，伊朗伫顶礼拜对以色列发动飞弹和无人机的攻击了后，虽然是无造成偌严重的损害，不过中东的局势即马是真紧张，所以包括美国、欧盟甲 G7 的国家，拢同意即马要对伊朗采取更较严格制裁。 针对伊朗进前用飞弹甲无人机攻击以色列，欧盟27号领袖17决议，要对伊朗采取更加严格的制裁。这场攻击发生伫以哈冲突发生6个月后，引起中东战火的扩大忧虑。欧盟国家领导人拢谴责伊朗的行动，搁再声明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。进前以色列表示要对伊朗展开报复，暗过无说明具体会安怎进行。欧盟同时敦促以色列爱冷静。 We feel it's very important to do everything to isolate Iran, to engage with th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, so that we can try to support a peace process, to support peace talks. 一寡新国家建议，新的制裁必须阻止伊朗向中东代理人运送飞弹甲无人机。美国就宣布，除了会制裁伊朗的武器计划，嘛会强化中东地区防空甲预警系统，进一步削弱伊朗武器对地区的威胁。在这礼拜举行的 G7 外长会议，轮大主席国意大利当地推上加沙停火。意大利外长在会前访问中提起 ，G7 国家对伊朗的制裁范围会包括武器制造商。 C'è stato di fatto un consenso unanime sulla volontà comunque di infliggere sanzioni a tutti coloro che danno droni e armi e missili a chi attacca Israele o a chi attacca le navi nel 中东紧张局势升温，亚太区全球尤其波动。专家指出，因为伊朗攻击以色列造成损害有限，国加美国原油的存量增加，中国需求较软这因素，互这礼拜油价连续刷3天落价。不过未来也是因为各国新的制裁，也加以色列是不是克制行动会有影响。公司新闻两岸编译。